喺呢一段短片，我會簡介一個叫做數資寶島嘅電子學習平台。呢個叫數資寶島嘅電子學習平台係由優質教育基金贊助，香港大學心理學系研發。佢係一個教育遊戲平台，上面有10幾個同數學學習有關嘅小遊戲。每一個小遊戲都係圍繞住一種同數學學習有關嘅認知技能。咁呢個平台希望可以等小學生喺遊戲嘅過程中鞏固翻佢哋嘅數學基礎。喺呢個遊戲入邊，玩家係數資寶島嘅島主，佢要通過玩唔同嘅小遊戲去賺取金幣同埋珠寶，然後用呢啲金幣同珠寶去買唔同嘅裝飾，去建設呢個數資寶島。現時數資寶島支援所有2021年或之後推出嘅 iPad、iPad Air 以及 iPad Pro 11寸型號等等。硬件方面 ，iPad 需要搭載 Apple M2 晶片或者更新嘅版本；而軟件方面 ，iPad 需要已經裝好咗 iPadOS 13.4或者更新嘅版本。除此之外 ，iPad 亦都需要具備無線或者流動網絡嘅連接功能。遊戲嘅安裝非常簡單，大家只係需要前往 Apple App Store 搜尋數資寶島，然後點擊下載。返去主畫面之後，按數資寶島嘅圖示咧，就可以啟動應用程式啦。已經註冊嘅用戶咧，可以直接去到登入嘅頁面，輸入登入名稱同埋密碼，按登入就可以開始遊戲啦。成功登入之後咧，小鸚鵡就會出嚟同大家介紹呢個數資寶島嘅電子學習平台啦。喺數資寶島上面有住唔同嘅神殿，每一個神殿咧，其實都係以一種動物去命名嘅。每一個神殿背後嘅遊戲咧，其實都係圍繞住同一種嘅認知技能。喺呢度我哋會簡介幾個我哋特別推介嘅神殿，佢哋包括土撥鼠神殿、小豬神殿、猴子神殿、貓頭鷹神殿同埋小貓神殿。首先我哋嚟到土撥鼠神殿，土撥鼠神殿入邊有2個遊戲，佢哋係希望強化學生對數字嘅理解，等學生知道數字所代表嘅量係有幾多。喺第一個遊戲土撥鼠漁夫入邊咧，玩家需要扮演一位漁夫，佢企喺一條有黑道嘅河旁邊，玩家需要按照數字嘅提示咧，移動到適當嘅位置去釣魚。如果佢企嘅位置係準確嘅話咧，就可以釣到各式各樣嘅魚上嚟啦。但係如果佢企嘅位置唔準確咧，佢就會釣到垃圾上嚟咯。喺第2個遊戲淘金土撥鼠入邊咧，玩家需要喺山洞入邊掘寶藏，寶藏上面有指示牌嘅，玩家需要通過輸入適當嘅數字咧，指示土撥鼠移動到適當嘅位置去掘金。如果輸入嘅數字接近寶藏嘅位置咧，土撥鼠就會掘到金或者寶石，否則嘅話咧，佢就會掘到石頭啦。跟住我哋嚟到小豬神殿，喺小豬神殿入邊有2個遊戲，2個遊戲都係訓練學生嘅位值概念嘅。喺第一個遊戲小豬銀行入邊，玩家係銀行嘅職員，佢哋需要按照顧客嘅要求去幫佢哋提取適當嘅款項，但係銀行入邊嘅錢咧，有時係未必足夠嘅。玩家需要以組合，例如用10個1蚊轉做1個10蚊，又或者分拆，例如用1個10蚊轉做10個1蚊等等嘅方式咧，先至可以準確咁幫顧客提取佢哋所需要嘅款項。喺呢個組合同分拆嘅過程入邊咧，學生更加清楚了解唔同位值之間嘅轉換。例如1個10等於10個1，而10個10又可以組成1個100喎。咁學生對位值嘅概念咧就更加鞏固啦。喺第2個遊戲小豬金庫入邊，玩家需要用密碼去進入金庫，但係密碼係需要解密先至可以得到嘅。玩家係需要辨認出多位數入邊唔同數字所代表嘅位值先至可以解密。例如喺986053呢個多位數入面呢，個位數係3，所以我哋要將個3字拉去個位數嗰格；而10位數係5，所以我哋要將個5字拉去10位數嗰格。如此類推。當我哋將所有數字拉去佢所屬嘅位值嗰一格之後呢，
個金庫就會解鎖啦。去完小豬神殿之後，我哋嚟到猴子神殿，又稱花果山。猴子神殿入邊有3個遊戲，都係訓練學生嘅數字處理能力嘅。喺第一個遊戲花果山的藤梯入邊，主角需要喺限時之內爬上藤梯，爬得越高越好。藤梯嘅兩邊都會顯示數字，代表下一塊葉距離而家嘅位置嘅距離。所選嘅數字越大呢，主角就會跳得越高啦。喺第二個遊戲花果山的保姆入邊呢，猴子保姆需要快而準咁餵猴子 BB 食香蕉。玩家需要喺限時之內呢，數下猴子園入邊有幾多個肚餓嘅猴子 BB， 然後準確咁分香蕉俾佢哋。限時之內成功分發嘅次數越多呢，分數就越高啦。花果山嘅最後一個遊戲叫做花果山的飲宴。喺呢個遊戲入邊，猴子需要準備飲宴嘅飲品。飲品嘅材料係要跟一定嘅次序去放入煲入面嘅。例如呢度有香蕉、提子同啤梨，佢哋嘅代表數字分別係7、4同埋2。由於呢題叫你由大排到細，所以我哋應該先放香蕉，然後放提子，最後放啤梨。成功嘅話呢，你就會準備好一杯可口嘅飲品啦。限時之內成功調配嘅飲品越多呢，你嘅分數就越高啦。經過咗花果山，我哋嚟到貓頭鷹神殿。貓頭鷹神殿入邊有一個遊戲，訓練玩家嘅計算速度。喺呢個遊戲入邊，貓頭鷹嘅城堡俾野人攻擊，野人會用降落傘降落，而每個降落傘上面都有一條算式。只要玩家喺野人降落之前計算到算式嘅答案，貓頭鷹就可以擊退野人啦。最後我哋嚟到小貓神殿。小貓神殿入邊有2個遊戲，都係訓練玩家嘅視覺空間工作記憶嘅。第一個遊戲叫貓咪大戰小偷鼠。貓咪係農場嘅守衛，佢要防止老鼠偷走農場入邊嘅紅蘿蔔。老鼠會喺偷嘢食之前呢，伸個頭出嚟先嘅。玩家需要記住老鼠嘅位置，然後喺老鼠出現過嘅地方呢，放置炸彈，趕走啲老鼠。趕唔走嘅老鼠呢，會將啲紅蘿蔔偷走嘅，所以玩家要打醒12分精神去記住老鼠嘅位置啦。第二個遊戲叫做貓之迷城。貓咪需要經過迷宮先至可以到達城門去領取食物。迷宮有機關，貓咪需要按去程嘅路徑，但係相反嘅次序先至可以安全咁返到起點。要安全咁護送貓咪返屋企，玩家就要聚精會神咁睇住貓咪去城門嘅路徑啦。介紹完遊戲嘅玩法之後呢，喺呢度等我介紹下遊戲嘅設計。每個遊戲呢都附設有簡單嘅介紹短片，等學生可以自行領悟遊戲嘅玩法。而每個遊戲都有唔同嘅關卡，由淺入深，等學生可以慢慢咁挑戰自己。某啲遊戲呢，初頭嘅時候有提示，而呢啲提示呢會慢慢消失，等學生可以獨立咁完成呢啲遊戲。當學生連續答啱幾題嘅時候呢，會引發加分嘅模式，令到遊戲更加刺激，增加學生嘅動機。學生玩完遊戲所得到嘅金幣同積分呢，可以攞嚟換領各種嘅裝飾，用嚟佈置數珠寶島。遊戲亦都設有排行榜，等學生可以互相切磋，愈強越強。除咗遊戲之外呢，數珠寶島亦都附設練習模式，題目覆蓋1至3年班各重點數學嘅課題，老師可以按學生嘅需要呢，幫佢哋選擇適當嘅課題。當初研究團隊構思數珠寶島嘅時候呢，係希望可以提供一個電子學習平台，等學生可以自學。所以每個遊戲呢都附設有簡介嘅短片，大部分嘅學生睇完簡介嘅短片呢，都會學識個遊戲點玩嘅。所以喺進行數珠寶島嘅活動嘅時候呢，老師基本上只係需要做基本嘅課室管理。當然，如果學生遇到困難嘅時候，老師係可以從旁指導。老師亦都可以提醒學生避免只係玩同一款遊戲，
又或者避免花太多嘅時間去購買裝飾而冇玩到啲遊戲。最後，研究團隊希望可以喺呢度分享下數資寶島嘅成效。我哋喺2024至25年度進行咗遊戲成效嘅評估。我哋邀請咗344名初小嘅學生進行測試。我哋將佢哋隨機分組，一半分咗做實驗組，另外一半分咗做對照組。實驗組嘅學生咧可以玩4個神殿，包括土撥鼠神殿、小豬神殿、猴子神殿同埋小貓神殿。而對照組嘅學生咧就只可以玩小熊神殿。小熊神殿入邊嘅遊戲咧同數學冇關嘅。兩組嘅學生咧都總共經歷咗8節，每節30分鐘嘅遊戲時間。而進行遊戲之前同埋之後，我哋都同學生做咗香港初小學生數學學習困難甄別測驗，去評估學生嘅數學能力。跟住落嚟，我哋一齊睇下數資寶島嘅成效。呢幅圖顯示咗實驗組同埋對照組分別喺遊戲前同埋遊戲之後嘅數學表現。兩組嘅甄別測驗分數都有所上升，實驗組升咗0.47，對照組升咗0.35。雖然兩組嘅分數都有所上升，但係實驗組嘅升幅比較大。除此之外，經歷完數資寶島嘅訓練之後咧，實驗組被識別為有數學學習困難嘅人數咧下降咗45%，而對照組咧就只係下降咗32%。換而言之，經歷咗數資寶島嘅訓練之後咧，學生嘅數學能力有所提升，而佢哋被識別為有數學學習困難嘅機率咧，亦都隨之而下降。最後，我希望用以下嘅句子去總結數資寶島呢個平台嘅好處：設計吸引，增加動機，由淺入深，難度減半，隨時隨地，善用時間，效果理想，障礙減少。